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次呢，想同大家整一個蘋果肉桂榛子脆香豬頸肉。我推薦大家呢用呢款蘋果肉桂果醬，佢同市面一般嘅果醬比呢，佢係超低卡路里、超低糖分，仲要係冇甜味劑，用100% 新鮮蘋果果肉製成噶。豬頸肉呢，我哋需要500g，我會用呢一個牌子，佢本身呢裏邊已經分開咗3條。其他材料呢，仲有榛子穀物脆片60g，適量嘅生芝麻、豉油同埋黑胡椒。豬頸肉解凍咗之後呢，盡量用廚房紙呢印乾晒啲水去，跟住呢就可以用黑胡椒呢做一個好簡單嘅調味啦。咁我哋煎完啲豬頸肉呢，仲會拎入去焗爐度焗嘅。咁所以我就會喺每條嘅豬頸肉呢界幾刀啦，等佢更加容易呢吸收到啲醬汁。豬頸肉呢，我哋每一邊呢煎佢大約3到4分鐘。喺煎緊豬頸肉嘅時候呢，我哋可以處理下榛子穀物脆片。我會用呢個手動嘅攪拌器啦，輕輕咁樣將佢整碎，保留呢個口感。咁焗完出嚟呢，就更加香脆啦。反轉另外一邊都係煎3至4分鐘。可以預備埋蘋果肉桂醬汁啦。我哋會用到4湯匙嘅果醬啦，1湯匙嘅豉油啦，跟住我會再加生芝麻嘅。跟住將所有材料完全攪勻佢，個醬汁就預備好噶啦。頭先有分享過啦，呢款果醬裏邊呢，佢哋係保留咗新鮮蘋果嘅果肉噶。豬頸肉兩邊都煎好咗之後呢，就可以掃上我哋頭先整好咗嘅蘋果肉桂醬汁，再灑上榛子穀物脆片喺面。焗之前呢，可以喺表面再噴一噴油，等啲穀物脆片呢焗完之後更加香脆。差唔多就嚟焗好嘅時候呢，我哋可以拎出嚟再淋一淋啲醬汁喺面，焗埋餘下嗰幾分鐘。表面嘅蘋果肉桂醬焗到微微焦香，豬頸肉呢非常之厚身，焗完之後呢仍然都係咁嫩滑。我唔客氣啦，下次見。